新闻市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4798例本土病例，有60来个人死亡，181个重症症。头一批莫德纳新配方会当预防 BA.5 疫苗70万3成剂，明仔载就会送来台湾哦。按算11月18开始做，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确认的本土的病例有24798位，好，那比起在上一周的礼拜三，好33000多位，降低了大概25%左右。另外境外移入的病例有59位。今天的66例死亡个案后，其中有2位年纪较年轻的，是40多岁的一位男性跟一位女性，2位都有接种过3剂的疫苗，也都有慢性病史哈。另外，在这个青少年的重症有增加1例肺炎哈，这是一个13岁的女生，本身是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新冠疫苗。次世代 BA.4.5 的这个双价疫苗，那它的第一批是总共有70.3万剂，那会在明天上午抵台。我们还是暂定于11月18号起开始配送。指挥官王必胜嘛表示讲，中计12号有12岁以下囡仔，这个月会一人发5支免费的快筛试剂，超过180万人受惠。另外，针对喙暗的禁令要放零了，指挥官王必胜是表示，目前的方向是室外唔免挂喙暗，也毋过演唱会、体育馆、选举造势人济的所在，应该会继续要求讲爱挂喙暗。看现在的疫情是趋缓，而且下降速度是越来越快，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有这个条件去调整我们的口罩政策。那么第一阶段调整的方向分成室内跟室外，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们还是把它规划清楚。那详细的实施时间我们也是会尽快跟大家来做公告，这样子，应该是这个月了。喙暗准备讲要分阶段来放零，指挥官王必胜是强调讲，目前疫情的缓和，所以应该有条件会当来放零喙暗的禁令哦。第一阶段会分室内甲室外，也毋过详细的办法目前是搁在规划，应该伫这个月开始实施，时到就会详细来对外来说明。该看高雄大寮遭偷走2台轿车伫路面，和3台轿车围起开15枪，2个驾驶拢受伤。高雄市甲台东的警方合作，伫14点钟内底，伫台东甲屏东的界界，就掠到5个嫌犯。调查应该是因谈判无成，所以开枪报复。冲突的原因目前是搁了解。在14小时之内，我们透过大武分局应用反撞车的一个方式，拦截、围捕到送信滋事的犯嫌5名到案。犯下高雄大寮抢劫案了后，嫌犯道驶车往南部逃走，中途搁换车，暗过也是互警方锁定，伫台东甲屏东交界深兴草埔磅巷口查到，车顶搁超出现金甲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调查是谈判未下，才造成抢劫。经过初步的查证，双方的犯嫌因事故屡生口角，产生互呛，因而导致今天邀约谈判而发生枪击滋事案件。韩国目前，互人开枪甲开枪的人双方拢对案情讲一寡无要无紧的部分，详细原因、枪来源甲非法金流爱去调查。另外，林恩典阁强调，今年高雄抢劫案到目前为止有13件是6度上街，也是高雄市这几年来上街。警方会继续维持强力查获制捕，希望候选人针对个案部分，唔通被记哩基层同情为维护治安所做出的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国庆暗会无人机的表演，有人表讲表演使用的无人机有使用到中国的零件，恐惊有国安疑虑。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要求讲爱调查好清楚。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早起强调讲，军方有规定讲无人机向零件拢禁止使用中国制造。中科院院长张忠成是强调讲，国军的无人机绝对是无量子的问题。政府拍拼推动无人机产业，不过今年双十暗会无人机表演，所向亚康讲用中国制造的零件，引起国安的疑虑。行政院长苏贞昌听到消息是真生气，下令爱查详细。立委关心讲，国军的无人机敢有牵涉中国制造的问题？国防部长邱国正回应讲，国军的无人机连零件都禁止用中国制造的。若迄暗的表演有排出中科院的字形，院长张忠成回回讲，中科院甲厂商的无人机并无牵连。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腾云机一个模型，是腾云机的模型。UAV 打出来的一个外形。所以这个它所使用的无人机都跟你们无关。无人机确实没有。中科院负责的6型的无人机啊，军规型的啊，绝对不会参与这个民间入资的。针对厂商背后的雷虎科技拍算进军国防产业，区国真强调讲，要经过审查，若审查拢有标准的定数。另外，中国军机扰乱台湾的力头搁加强，立委烦恼中国会亲像北韩派出大规模空中的兵力。区国真回应讲，中国即马认为台海无中线，所以国军嘛袂坚持，不过绝对袂退让。忽然几十架越中线，那我们升空来得及吗？我们1分钟待命，1分钟待命班能够升上去的飞机够吗？还有，当然你可以说我们用飞弹，用这些等等的，可是这个对我们的空防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但我们不讲说束手就擒，我们有因应的方法。区国真强调讲，国军绝对袂点点轰拍。若立委问讲，新版的全面国防手册敢有甲中国解放军甲飞弹已经的动态藏入去？国防部回应讲，过去的问题甲暗算的状况，即摆拢有解过来。新版的手册已经做好啊。记者黄祖杰、邵基文台北报道。昨民进党800几桃园的候选人做伙推出1200块月票制套头的政策，大约是需要35亿经费补助。但市长是强调讲，这是区域治理的概念，会争取财源。也蒋万安之前嘛表示讲，若属于当选会开放U-Bike前30分钟免费的优惠。也毋过黄珊珊是认为讲，台北市的进步无应该又搁乌白野钱行回头路。伊是批评讲，蒋万安这个政见就是草包。北投中继市场正式开幕。升级版的北投中继市场11月初9正式开幕。台北市长郭文泰甲副市长黄珊珊到阵参加。针对立行推出800几套青字月票的政策，初估预算差不多35亿。黄珊珊批评政策要有目的性，不应该只是单纯发钱。政策要有它的目的性，而不是单纯的发钱。你如果政策不能把用自有运具的人跳过来用公有运输，这个补贴是没有意义。1200的精神，当然它有节省一点费用，让大家有一点经济上的诱因，更愿意来使用。但最主要的精神是在区域治理。但市长强调，重要是区域治理的概念。另外，财源行政也正面的回应，未来会继续争取。外界也关心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什么时阵请示立委重选前。那接下来其实很快就要进入到选举公告以及正式的选举活动。我想接下来如果有确定，我都会跟大家报告。首都3件就交通政策继续交锋，蒋万安进前表示，若当选上任了后，想要开放U-Bike前30分钟免钱优惠。黄珊珊认为这都市已经进步8年，台北市进步不是赢钱，佫将伊拍甲倒退路，表示这政见都是草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的大雨落袂离，中央气象局统计，昨宜兰除了台东乡，其他11个乡镇24点钟累计雨量拢超过80毫米，苏澳237毫米上济哦。宜兰的西木山7站今年累计雨量已经超过1万毫米了，这嘛是咱台湾有西7站以来头一届有7站累计超过1万毫米的雨量。且雨撇来一路，效果依然有限。这2年若是秋冬季节，受东北季风影响，既然雨都落袂煞，而且常常在短时间内发生大雨甲大水雨情形，河管内出现淹水、土石流这灾情，长时间落大雨，也予宜兰人哀叫民众因为落雨较少出门，影响市场甲夜市大贩的生意。非常可怕，那个像如果冬天来讲，有时候下一整个月的。那摆临时摊位的人，基本上他都是没收入。我看我来宜兰已经下了一整个月的雨了吧，然后房间非常的潮湿，都长霉了。雨不止到真久，第N市强港雨的情形也真严重。根据中央气象局统计，七八十一乡镇市，除了台东乡24小时雨量超过80毫米，第一名是苏澳237毫米，再去是南湖乡177.5毫米，宜山乡152毫米。苏澳地区七帽山的部分，从10月5号到11月8号这35天以来，只有1天没有降雨。那在11月4号的时候，我们的今年度累积雨量已经到了10291.5毫米。
属于自动测站的宜兰西毛山测站，今年观测到的雨量已经破万，这是全国细雨量观测站以来第一摆观测到年雨量破万的数据。气象局推测，这个反声音现象和东北季风强烈有关系。详细原因有关爱国研究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部分山区因为这阵落大雨，有真侪所在拢崩山，也毋过嘛是有一寡民众佮去爬山，和搜救人员是真无用。伊嘛呼吁主管机关伫极端气候影响，应该赶紧来修改爬山的法规。这是发生在车兰岛溪乡瓦拉米步道受困的案件，一定为大百来游客因为山谷道路崩起，无法度出来，警方出动将人全部抄出来，过程当中是真危险，好在无人受伤。32名游客困在瓦拉米步道，且要赶在16时搭火车返回台北，生怕无法如期而归，故请求警方协助。无风台暗个极端气候的时雨量愈来愈惊人，经过花莲县登山自治条例规定，伫中央气象局发布大水雨特报时阵，未禁止入山，要等到自己在海影面中心开设时，才会发布禁令。9、10、11月份的一个山域事故发生的件数总共有11件那我们救灾人数大约有100多个人次那造成我们一个人员的一个蛮大的一个负担因为无禁令，部分爬山人因为考虑佮申请入山，或者是登记山屋会排真久，才会选择冒险。结果就是互救灾人员无用试试，呼吁主管单位应修改相关的规定。因为现在我们的气候极端的变化，当然法律面当然是会与时俱进，那来做一个变革，或者是进一步的去研商或讨论。而且是建议伫发布大水雨特报时阵，就应该禁止入山。若硬要入去爱救援，就爱负责救援的费用。若看见人命损伤，也爱追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美浓附近种真侪细粒的柑仔蜜咯。今年因为热人的温度真悬，雨水搁少，海棠是真严重。10月雨又搁落袂停，所以因今年根本是无法度收成。高雄市长有陈其迈甲农委会等单位今仔早起嘛去产地关心。柑仔蜜规丛拢冷去，只好赶紧挽除。前半段的产期差不多拢报销去。高雄美浓山林顶地区的柑仔蜜，今年先是因为热天温度悬、降雨少，害虫增加真侪，传播毒素病顶病害，互柑仔蜜小丛严重，大面积冷去。10月搁拄到连续降雨，造成果子瘪开，互农民损失真惨。剩40%左右，那前一阵子下雨。第一波的番茄又裂果非常严重，大概4桶，剩下不到1斤。另外，搁统计，美浓的柑仔蜜大约有200公顷受害，占4成到5成。山林搁较惨，差不多拢乌有去。但顶个月农委会认定小丛是病虫害造成，无使用天灾补助，互损失惨重的农民无法度接受。9号透早看到农委会甲高雄市长陈其迈来勘查，赶紧来订正，希望重新认定。因为一些病害的原因我们今天最主要来看是不是符合我们天然灾害的救助的这些标准同仁今天会做一个现刊的一个报告那报告完后续我想我们会尽速启动这个天然灾害的一个公告。唔拿柑仔蜜高频农作物这几冬受极端气候造成的病虫害影响真大，农委会表示会研究伫高频式监测点，透过早期监测帮农民提早做好防治。市府嘛设立专案，补助农民防病虫害的资材甲肥料，希望减少农民的损失。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经济部的好水费征收的办法，本地今年7月份特别实施，也毋过考虑到咱国内水情甲经济，所以暂停征收。我感觉真关心讲，若是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年增率无超过2%，敢是特别来收好水费。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若是通货膨胀较温和，物价稳定，应该就是征收的时机咯。嘛已经甲产业界有沟通，上班会伫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开始征收。原本按算今年7月，经济部水利署要开始扣放水费，不过考虑国内水情稳定等等的因素，扣的时间会延后。外界关心开始扣放水费的时间点，敢有可能伫咧明年11月份来实施？斟酌台湾的水情还有国际的通膨的情形会仔细来评估这个实施的时间点。王美花讲，目前扣放水费相关的配套已经准备好势，嘛有甲产业界沟通甲说明，都惊开始扣放水费了后，会连带冲击民生物资。
经济行政院主计总处昨公布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7%，有起较少，连续3个月拢伫咧3%以下。不过，扣除菜色果子甲能源了后，核心 CPI 起的幅度是2.96%，算是创下14年来新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低于2%，应该就是要开征启动的耗水会的时间点。如果国内的通膨稳定，也确实是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之一。你认为这对这些用水大户的增加，大概会增加多少%的成本？因为每一家的厂商不太一样，用电多少，我们有这个相关的评估。黄美花强调讲，上班伫2024年总统大选进前，就会开始扣放水费。不过，目前国内10月份出口年减0.5%连2乌，加上17项民生物资嘛创下13年半以来起上济一届。放水费实施的时机，相关部会还阁爱谨慎来研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家长投诉讲，代理一间国小一个2年级细蛋的导师，无经过家长的同意，就带学生仔去剃光头，上课嘛拢无按照课表哦，嘛定定甲学生仔叫来叫去，当作下骹人的使用。家长是向教育局申诉，目前学校嘛已经开始展开调查。学生坐伫椅仔顶悬，心情真无好，因为这个细蛋的老师要求伊爱撸光头，佮直直甲伊笑。没有啦，害怕剪头发的人就理光头。家长提出另外一个影片，原本的体育课老师说要求学生跳韩团的舞蹈，另外佮分组要求学生自持，讲学生拢是老师的囡仔工，表现好的发薪水，表现歹的就是落泪，甚至要求爱互相投票，甲表现歹的学生拍袂掉。家长讲囡仔因为互人标签化，已经深深受创。我会觉得说这个言语内容不太舒服。因为没有人想让小孩被称作一个奴隶这样。难道一定要有那种非常严厉的打骂的镜头，他们才会觉得是证据吗？其实像这样子日常的影片，对家长的威胁其实是更大的。人本基金会表示，为8月30开始就接到家长的投诉，也反映予学校知影，到9月底已经有8位家长投诉。不过细蛋的老师唔但无改善状况，搁伫上课时未投诉家长的囡仔。这个班目前已经有3名学生转学。人本基金会要求教育局爱甲无适任的老师停聘停职，也要监督学校展开调查。已经责成学校立即启动调查程序，查明真相。倘若属实，教育局将会严惩就办。平常经常都会去看，看了以后，他都还 OK， 也不会说像他讲的情，因为这种发生事情都是他跟孩子之间的对话。校方表示，采购启动校事会议，成立调查小组，也会召开教评会。教育局表示会要求学校严格调查，确认这个老师是不是违规，后续再来讨论，敢要停聘、改聘，也是唔续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其中选举昨开始投票，在美国至少已经有6个州完成投票了。伫台湾时间下晡2点最后一州阿拉斯加应该就会投煞。也毋过伫亚利桑那州传出中选区的投票机有问题，川普就随呛讲可能有作弊的行为。目前大部分的分析拢指出讲，共和党应该会当摕到参众两院大多数的席次。也毋过民主党的拜登未来2党的积极恐惊会有愈大的挑战。前总统 Trump 带因牵手梅兰妮出现伫佛州投票所，受到支持者的欢迎。伊伫选前超级周末，伫关键州拜票，替共和党候选人助选。伊天的宾州参议员候选人奥朱伊斯，甲民主党对手的民调是加较真悬，不过伊是真有信心。Pennsylvania is sending a very clear message to Washington. We want less radicalism and more balance. 这届其中选举互看作是美国有史以来上界关键的一届，包括对提权、通货膨胀的物价、甲治安等等，是决定共和甲民主2党敢会当反映民意的重要议题。面对美国40年来上界严重的经济甲治安的恶化，拜登的支持率维持伫4成迄卡刀，几啊项选情的预测对民主党拢真不利。估计共和党敢若需要伫参议院加提1席，众议院加提5席，就会当伫2院占多数。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传统民调的机构伫选前1礼拜并无公开民意的数据，选情同款是有无确定性。Inflation, the economy, prices are horrendous.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be able to retire this year. 随机观察现场选民的意向，倾向共和党的选民年岁普遍是较大，因烦恼贵33的物价，互因无法度来生活，嘛反对对提权。
遐若关心气候的问题，女性身体自主甲公平权的选民，大部分拢是青壮族群。 I don't believe that the Republicans have done a lot for us, statewide and countrywide. 亚利桑那州的投票所外口出现等要投票济人阵，当地差不多有2成的选区传出投票的计票机无法度顺利运作的消息。选务单位表示，已经安排人工收票，嘛紧急宣布选民会当去其他的选区来投票。这个事件嘛引起共和党阵营的不满，川普随伫伊家己的社群铺文，暗示其中选举可能有人用奥步。共党嘛要选州长的候选人来克，伊嘛讲爱选民会记哩2020年总统大选的教训。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位伫加勒比海国家海地的首都太祖港，将开始配上油料了。因为当地油已经互乌道控制2个月，顶礼拜警方甲乌道赶走，互油会当正常配送。所有过程警察拢早前伫边仔介护。 这台载满燃油的卡车就要离开海地上大燃料进口港站维勒克斯，警方全副武装对伫后边，看到外人骑机车挖近，就一手爱对方迈过我过来。过去将近2个月，真乃帮派联盟伫遮乌沟仔线路中阻挡燃料运送。 Nous allons souffrir parce que Gazaliga Filter l'a bloqué, pays a bloqué, donc finalement, vous comprenez? Ah, moi-même, c'est tué, le tué prêt. Ah, nous avons plus que 2 mois là, même. Je vous manque de tuer, peut-être finalement. 破坏路咧赶工点评，互油车营运行顺利。海地国家警察随时表示夺回维勒克斯的控制权，把做过警察后来转至乌道。外号BBQ的首脑谢里泽伫社会媒体呼吁卡车司机赶紧来加油。谢里泽领导的真乃帮派联盟9月12日控制维勒克斯，要求总理亨利落台，这切断差不多1000万加仑柴油甲80多万加仑的煤油供应，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关键基础设施比如便利银行拢减低营运时间，这段期间佫爆发可乐啦，也就是老透症，能源特别无啊，也无法度得到清气饮用水。我tout bagay ben en charge, et ça me da souhaiter. Après ça, pour nous-mêmes, masse peuple, pour ne pas souffrir. 海地人口1190万，今年8月，海地央行表示，通货膨胀率29%，已经是10年来新高。去年7月，总统摩伊士互人暗杀，甲乌邦势力状态已经饱受暴力的百姓，有更较侪人生活陷入更较惨切的绝境当中。公司新闻黄慧玲报道。 过来消息咯，咱来看高雄的一湾要延伸到林园，按算阁要区段征收170多公顷的土地。林园的乡亲今仔是到行政院来订正抗议，因呼吁政府应该爱马上停止征收。蔡英文、蔡清迈，你们当初提出的土地争议，现在土地争议在哪里？ 好甲徛袂知，因为高雄捷运延伸到林园，煞要区段征收170多公顷林园人的土地，乡亲惊家己的厝无去，找到透明就北到行政院头前订正抗议，希望政府停止区段征收。反征收，要生存，区段征收有所谓的蛋黄区、蛋白区，蛋黄区就是真正要拿来做公共建设的土地。 蛋白区就是他们不管怎么样给你抠起来，然后呢，给你征收完之后要交给财团的。林园乡亲抗议捷运站需要的土地，干那1公顷外，市政府煞要征收170倍的土地。副市长林清仁国际民策顶员讲，征收来的土地若要开发，会当补助市政府140亿来起捷运。该条件由我们林园人出钱，这样合理吗？ 乡亲已派代表出来接订正书，表示会将意见交互相关部会。高雄市都发局是表示，目前林园乡亲内底，敢若8%交订正书反对区段征收。林清仁吹背默承诺讲，若是有无共意见的人，会当优先卖纳入都市计划范围。记者林书豪、陈宝路台北报道。 来看高雄轻轨昨暗传出讲有自家用的车去驶到轻轨的新通车路段可能是驾驶对路无成熟，嘛造成轻轨停驶半点钟，用客停车来接送旅客，加载是无人受伤。也毋过，这嘛已经是最近2礼拜第2件一款意外咯。
高山分局内围派出所的员警、这份警察、这份公司的员工6到7个人，努力把车送出去轨道。这台白色的车辆配合暗时将入去轻铁新通车的路段 C20， 还有 C21A 站当中。互这个路段轻铁停驶大约26分钟，而且出动客运车来接驳。这已经是2礼拜内底第2届，因为10月底高山区美术东四路嘛有汽车撞入去，造成轻铁一度停驶42分钟。就是刚开始，然后大家都还不清楚，但是说真的，因为像那边的那个路口，它也没有标示得很清楚，然后有些人也是从外地来的，或是什么，也不会说那么好判别。等去八个互拢总去的路段，是伫路口有轻铁的都市，毋过可经着直行路口这个方向无警示灯，有可能佫当着驾驶是台南人无熟悉路况才会撞入去。毋过高职表示，沿线应该有的警示因拢有做甲到，2届互撞入去，甲轻铁的设备，还佫有警示号灯拢无关系。这2起当时侵入到轨道的时候，都是轨道上面没有列车的一个状态。不过，因为他们在轨道上面的延迟的时间呢，是有影响到我们列车的通行。那在那个当下的话，安全起见，列车在该路段是停止行驶的。高职呼吁驾驶经过轻铁路段，要爱详细看清楚，嘛爱注意，甲有禁止着转弯。若是因为民众的疏忽，造成轻铁停驶，也是互弄着等等的损失，高职公司拢会来求偿。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台东县政府以19亿6,000万甲本社分化厂买回来，佮开5亿来征收。本地今年7月份要开始试营运2档，也毋过到达佮无消无息。在地环保团体是要求县政府得爱透过环团派出专业人员来验收哦。台东县环保局是强调讲，过程拢有专业的顾问公司的把关。也毋过环保团体表示讲，因会伫19来发动游行，反对焚化炉营运。反台东焚化炉联盟是由在地环团代表组成的，在选举期间嘛邀请候选人签署反对台东本社焚化炉营运，要求县府予公民参与监督修缮了后进行验收，验收了后焚化炉停止运转。反对焚化炉。那干嘛牺牲我们自己的环境，牺牲我们牺牲我们台东人的这些的健康？你要验收或怎样来？验收的过程、取样、设备，我们来指定。台东县的本社焚化炉，因为17年来拢无烧过本社，为着要重新启用，化解民众对污染的疑虑，争取5亿来更新设备。原本7月开始试营运2年，不过到达还未试营运，各界拢真关心。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因为更新设备的工期延后，到达要一项一项当地验收。环保局讲，什么时阵才会当试营运，并无时间表，要有符合规定才会当启用。现在验收把关已经有合法的顾问公司来参与。就依照采购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进工的查验、初验及验收的工作。那相关的这个验收的专业的部分都由这个专案管理公司来协助我们。反台东焚化炉联盟强调讲，台东县土地块人较少，无像大都市，敢若会当用小的方式来解决粪扫的问题，也佫有更较多元的方式会当来处理粪扫。按算19会发起游行，招民众做伙来反对粪扫焚化炉营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虎尾建国眷村是日本时代留落来，嘛记录国军来到台湾空军发展的历史哦。最近这几单文化部是拨经费来翻新活化，最近完成建国一村的一栋宿舍，嘛引进文创产业，那么做伙来看卖。加入去建国一村的建筑内底，经过要2年的整修甲改造，即嘛已经正式完工。未来第一阶段要引进9个包括青年回乡、在地产业、甲艺术单位，希望和过去的虎尾眷村会当有新的活力。我比较喜欢这边，就是它在整体的环境比较优美一点，而且那个树木也很多。然后我之前在摆摊也在遇到一些附近居民这边来那边散步，就蛮喜欢这边惬意的感觉。游客到了这个地方来以后，然后他们都能够体验到我们在地历史里面他曾经经历过的农村聚落时代、日军战备时代，还有眷村时代的各项生活。虎尾建国眷村因为是台湾真罕见的农村型眷村，104年登录做自乐建筑群。这届整修的这栋建筑会当直接看到台糖5分车的铁基路，是发展员工真好的景点。那眷村整修再造的成果，嘛得到2021国家出色建设金质奖的肯定。
也做了整体的规划，以眷村在这边的一个实用教育为主，还有就是环境生态教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提供引领在地跟返乡青年的一个创意基地。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眷村文化的一个保留。文管处表示，这栋建筑是所有建国眷村内底面积上大、保留上完整的一区。透过这2年，甲中央争取经费征收已经完工，未来会继续引进团队进驻。结合附近好尾铁桥、布袋戏馆等等的景点，要让更较侪游客来体验过去的眷村生活。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20多年前，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花莲西方水利发电厂，后来嘛因为违反环评法、电源的空间、有资金等等的问题，拢无开发。也毋过伫2年前维护财团又个重新动工，嘛引起争议。今年的9月，法院是裁定讲，必须要按照原住民族基本法，取得附近来部落的自相同意听书，才会当开发咯。部落的族人今仔是来到台北抗议，因不满电厂拢无甲因沟通，这个礼拜特别办部落同意权的投票。水厂一直用他们的专业告诉我们，蓝河堰不会溃堤，不会崩塌。可是我们生活在那里，我们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这几年我们堤防是越盖越高，然后每一次台风或是大雨的经过，我们部落必定撤村。讲到目屎讲目钱，因为这条亲像妈妈同款陪伴花莲部落居民大汉的丰滨溪，特别因为西方水力电厂的开发，互破坏去。地球公民基金会出面协助关注民，做伙关注电厂的开发案。因表示，起水坝对绿色能源的发展，真有可能不是好代志。在水坝盖下去之后呢，它就阻断了，这边就变成了一个湖泊，后面就没有水了。那这个对洄游性的生物影响最大。地球公民基金会认为，西方电厂起水坝毋但破坏生态，嘛无向当地居民讲清楚，而且因摕出来的环评资料已经退时，若想要互居民忝头，必须要重新评估。针对沟通的问题，西方电厂回应会继续举办说明会，争取认同。为了因应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也尊重启动了所谓的部落咨商会议，然后可以让他们执行他们所谓的原基法里头保障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同意权。我们世丰电力公司绝对尊重当地人的一些想法，而且我们还是持续性愿意跟他们做沟通。西方水力电厂的开发案，这礼拜特别遭资商同意定书伫部落进行投票。当地居民希望透过社会舆论的力量，争取更较侪时间，让厂商愿意回来谈判，袂当伫还未参部落充分沟通进前，就举办投票。记者麦上用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昨暗天顶出现了2种真罕见的天文景观哦，有天狗食月为钻石，这是红月甲天王星炸掉的。一摆无看到，后摆就爱等啊，西元4344档哦，2000多档后才看会到。所以咱带乡亲朋友做伙先来看卖。大家请注意看我们的画面，我们的这个红色的血月的边缘，那个小小的点，就是我们的天王星。月表面是红铜色挂伫天顶，这是俗称的火月的月钻石。详细一看，倒边下开天王星慢慢互月掩掉咧，两大天文奇景，月钻石加上月掩天王星，未斗阵出现是真罕见。我们在台湾要再看到这样的一个月全食，然后掩住了那个天体是天王星的话，掩入了。日头光透过地球大气层凹射，投射到月球表面，让月球出现红色，所以有火月的称呼。研究人员指出，月食、月钻石或者是月掩行星，平均1到2.5年就能看到；月掩天王星是真少看到。不过月食、月钻石要同时配合月掩行星，就真罕见咯。一摆要看到，就要等到4344年。太阳、地球和月亮连成一直线，地球的阴影遮住了月球的表面，使得月球表面转为暗红色的天象。这个时候，如果月亮又刚好遮掩住一颗行星，我们称之为月掩星的天象，要能够凑在一起，需要地球、月亮、还有天王星以及遥远的太阳这4个才有办法发生。暗时7点到8点之间，就看到这奇景，差不多到暗时9点57分，月亮才完全恢复本来光度。过程差不多是1点钟26分。不过，互北基甲宜兰天文台真可惜的是，测不几天拢有雨，全台只有西半部甲中南部有较好的观赏条件。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的 DT668火烟车国王号，一礼拜六会伫台南的龙田站出现咯。台南市政府嘛推出真侪相关的活动，邀请铁道迷来看火车试市场。今日去龙田车文化珠山教育园区，这过去是铁路塘沿水甲代替四铁共站的旧站，以前的铁基路仓库到单也保有条。这个拜六代替 DT668号兄弟车母国王号就要登到台南，嘛是第一届要挖伫台南的龙田站。大家知道这已经是第2次来谈了，但是今年的活动更精彩。今年周边的包括文创的活动啦，包括市集的活动，包括园区恰恰园区的活动，都跟着我们国王号一起来。代替的 DT668号是现有上大只兄弟车母，看起来动位上重，时速真棒，会当吹到80公里，是顶一世代人共同的记忆。大家即马是更加罕见，过去嘛来过台南，即届配合活动，搁再回来，就特别景在有历史意义的龙田车头。所以这次也特别挑在我们龙田恰恰园区哈。那我们都知道龙田其实是4铁共构，包括糖铁、盐铁、台铁，这样的一个铁路交织在这一个地方，所以让这次蒸汽火车来到这里，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场。龙田恰恰文化珠山教育园区，平常时就看到火车咧经过，园区后壁观景台是真侪铁道迷众的翕相热点。10月12透早10点58分，国王号就来到龙田站，时到游客就当徛伫观景台，看到国王号黑色身影。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欠工哦，佮有饲料成本一直会起。农委会畜产试验所使用猪母 AI 生育技术来分辨讲猪母敢是已经起车，找出配种上好的时间点哦，嘛增加胎数。猪母若是无注意去缀到打出世的猪仔囝，嘛有警告的声音来提高猪仔囝的存活率。过去要掌握猪母是毋是发情啊，靠的是猪农逐工来回来巡视治疗的好眼力甲经验来判断。毋过即摆会当靠电脑啊，透过画面会当看到镜头对准猪母的外形部，透过人工智慧会当侦测到行起来情形，掌握什么时阵达到上好的配种时间，准确率有92%。是最佳的配种时间，那你就赶快要找精益来配种的哈。那我们可以节省我们的缩呆时间，那当然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配种率哈。另外，猪母生了后有10几颗，不过伫国内定发生猪仔囝无细腻互猪母地时意外。这套猪母 AI 生产技术，嘛会当侦测到猪仔囝从地底发出无正常的声音。这时阵，爱小手就自动启动，来轻轻拍猪母，提醒注意。为精准的配种甲猪仔囝的照顾，系统会当减少人力，提高有生率，提升饲猪产业的产值。从节省人力跟整个它后面的产生的效益，大概可以到达9亿元的这个产值哈。我们用1/3 20万头来采集这个系统的话，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效益。农会表示，目前猪仔囝的有生率一年出栏数大概是15到20只，甲欧美国家来比较有相当的落差，嘛比上厉害丹麦加真济，因有28到30只。所以这套会当互饲猪好好配、好生好饲的猪母 AI 生育技术，希望会当提升国内饲猪的竞争力。畜试所嘛申请一项发明专利，嘛进行一项技术的移转。记者们张良上台北报道。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讲咱国内19岁以上的民众有一半腰围是超过标准哦。有民众 BMI 身体质量指数是正常，也毋过腰围上大，这嘛代表讲伊腹内油上过侪咯，是代谢症候群的高危险族群哦，可能会有心血管疾病、甲糖尿病。30外岁的徐先生半年前体重80多公斤，腰围36寸，原本无特别注意，不过因为身边有朋友突然破病，互伊意识到健康的重要，开始健康饮食，慢慢散落来，加上运动，即马腰围无到28寸，除了外表看起来更加少年，健康状况也变好啊。就身旁朋友啦，对啊，就是也是过胖，然后就忽然就这样倒掉，就这样就去了，对啊，所以就是有一点那个危机感。对啊，想说还瘦下来，对身体的负担比较小。会有差整个精神状态啊，然后体力上也有差，然后看起来人家也说真的年轻很多。
国健署调查优惠超标是民众常看的健康问题。19岁以上男性优惠大过90公分35寸，女性大过80公分31寸，都是优惠伤粗俗气，代谢症候群和危险群。因为优惠的增加，代表内脏脂肪堆积，得到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风险也大大提高。如果有代谢症候群，它可能会增加，比如说6倍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风险，然后可能会有4倍的高血压风险。然后血脂肪异常也可能会比较高，然后心脏中风的风险也是会增加，所以其实代谢症候群就是比较像是一个红绿灯亮黄灯，然后就是提醒我们该注意。即使是你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是正常，但是仍然都有20%的部分是腰围超标的，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国健署表示，随着健康意识发人重视，民众其实拢会注意体重管理。也毋过 BMI 无法度反映内脏脂肪的堆积程度，也毋过优惠该为外观，照着牛测测牛知影。呼吁民众会当照着健康饮食甲运动控制，定期测牛记录优惠，来避免代谢疾病。记者综合报道。在2000年，以小说《灵山》摕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高行健，在2当前伊甲伊个人600外件珍贵的资料，捐予台师大图书馆。台师大嘛成立高行健资料中心，今仔公开来展览伊伫中国的时阵写的《灵山》的手稿，佮相关的素材。台湾现今已经成了我的故乡，师大也是我的大学，这不仅是我的荣耀，也无比亲切。82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伫法国以视讯录影为家己手稿文献展览致辞，想到80年代为着要写《灵山》，早正前伫中国各地糟蹋电影记录去法国，想袂到天安门事件爆发，就安尼住伫咧法国。一寡手稿嘛变做了后30多年，存落来中国时期手稿物件。后来因为都是有打字啦，或有电脑的东西，就是再要有老师的这样子的一些手稿，这个的真迹呢，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全部都在这里。写灵山的手稿，台师大高行健资料中心用无酸来处理保存，团队嘛进一步甲伊写的繁体字改图嘛提重点，而且全面数位化。方便了后研究，而即届同齐展出的，阁有高行健为戏剧创作威尼斯狂欢节的名句，甲这2年创作的话。这书法呢，我也觉得是以后不管美术史或是任何的史学家，他们要来做研究的时候，就会从那个画绝对可以展示他的心境，展示他所有的一些的事情嘛。台师大表示，高行健3年前着癌了后，又搁拄着疫情，无管是甲外口的人接触，但是一直咧想新一轮的文艺复兴。即届展览是展现伊伫咧哲学、思想甲艺术的想法。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开喙赛是照安客家人的三宝之一咯，代表村庄团结对抗敌人的精神。伫婚姻论杯有一个专门咧研究照安客甲开喙赛的文史协会哦，伊嘛教民众做赛头办客家赛的展览，帮讲大家当来了解客家赛的历史甲文化。开喙赛是照客家人的三宝之一，有插各种色的无同的造型，大大细细赛头，甲咱一般看到的人赛、台湾赛、广东赛相差上济，就是伊细细角角的开喙，上早会当找到清朝的道光年代，是表明客家人保卫乡里的团结精神。狮头有很多种，也有开口狮，也有闭口狮，也有很多什么蹦鸡狮啦，鸡人狮、人啊狮，很多种狮，也有文狮、武狮，也有老狮。长期咧研究这文化的马里干文史协会总干事杨永雄，因为对赛头文化真有兴趣，所以伊不止去到各地找找相关的资料，佮开办开喙赛制作课程，了解各地赛头特色，嘛拍拼找机会，要展出家己甲班员大家作品。主要是借着这个狮头去来认识一个狮头文化及它的一个渊源、一个起源哈，所以我做的那一些狮头20-30颗，其实都不一样的形状了，有些是仿照那个大陆原乡的哦，它有一些差别跟互相的关系。那因为跟杨老师接触的之后，他发现他对狮子很有热情，然后我就想说，我自己是教客家话的，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去了解开口狮的过程是什么，所以呢，我就参加了第1期跟第2期。刚开始做真的很困难，但是我做得很开心。
杨英雄所开设的狮头制作班，当年学员拢会选出因上满意作品，参加鸟人客文化节摆展，公开客家狮对初批古纸规站的过程，了解客家开喙狮文化，传承精巧的工艺手路，让大众看到在地保存、推广鸟人客文化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阵来自无共组的原住民的少年人哦，因做伙推出翻唱传统歌谣的唱片，希望透过大众化的流行音乐，嘛是带来欣赏部落的歌声，和族语甲文化会当继续传承。柔美的歌声唱出部落传统的歌谣，一阵原住民的少年家，有的是排湾阿米斯的族人，有的是拉鲁瓦加纳夫，因同齐出唱片，翻唱因家己部落的传统歌谣。就是借着这次的录音方式，然后就可以存起来，然后以后等小孩子长大，这些都可以听到这样。就希望自己的族的青年可以去学习自己的歌谣，这样。一阵少年家自2020年开始，回乡找部落的士大人学唱传统歌谣，佮结合流行音乐的元素，推出翻唱的专辑《笑舞舞的歌》，今年已经出到第3地啊。让我回到部落去认识我自己的亲戚，然后我自己的部落就是伊娜们，然后他们也其实知道我要录歌曲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积极的去帮我们找有哪一个伯伯很会唱古谣。咿呀呀咿呀，哦啦咿呀，哦啦噜啦哩呀哩。目前因嘛当咧规划要搁出第4块唱片，而且嘛甲唱片送予全台344间部落的小学，希望鼓励囡仔继续传承因的族语甲歌谣。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连续讲过40届美国威利球的头彩彩金有20亿4000多万哦，差不多是代表651亿。昨昏这个奖是开伫加州，5个人得到。威力球头奖彩金20.4亿美金，创下全球头奖上冠金额。要首相第一回1万获奖人，这张彩券是伫洛杉矶东北边，爱踏伫一间汽车维修厂卖出去。I wish I know who the person, but most people buy the tickets from me. They are from the neighborhood. So I hope one of them is gonna be the winner. 就头奖纪录是2.911亿分之一，奖金也打破2016年15.86亿美金的纪录，而且迄个时阵是3人分的，这摆中奖人是1人得到。目前也唔知伊的身份，已经选择一摆领99.976亿美金，或者是分29年领，根据以前经验，大部分选一摆领。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it safe. You do need your ticket to claim that prize. And then usually we advise big winners of this much money to get some financial advice, get their affairs in order, consider hiring a lawyer. They have up until a year to come forward. 不过美国税务机关依然会扣差不多40%的税。威力球顶一摆头奖是伫8月23伫宾州开出，了后连续40期开奖拢无人得头奖。头彩彩金也愈来愈悬，引起真侪人买。虽然号码用家己选，毋过电脑选号较侪。这期的奖号原本初7暗时会出来，因为需要搁较侪时间来安全协其验证。美国加州彩券局迄时阵就宣布，然后开奖。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澳洲最近这几天因为气候暖化，野生动物大量死亡。澳洲政府宣布讲，未来10天会来实施一个保育计划，要把3成国家的土地，大约是5000万公顷的土地，列做保护区哦。另外，南非最近是出现禽流感，大约有30只已经伫要绝种的企鹅，为着病毒死亡。正古水的有尾熊、有的摸的树仔、有的坐树仔顶，向树仔骹看。有真侪珍贵野生动物的澳洲，这几年因为气候暖化，常常发生野火，也破坏动物的栖地，造成真侪动物大量死亡，数量超过10亿只。真侪动物强要绝种。为了要保护这寡动物，澳洲政府随时宣布未来10年要实施濒危物种零灭绝的计划。This plan is a more ambitious plan. It includes a target of 0 new extinctions. It delivers on our target of protecting 30% of our land and 30% of our oceans by 2030.
澳洲的环境部长皮波塞克讲，若保护更加侪动物的栖地，就能保护珍贵的动植物的家园，一个对澳大利亚人意义重大的自然景观。按算优先考虑保护110种物种加20个所在，并且将3成的国土列入保护区管理，面积5000万公顷。To stop further extinctions in Australia. We learnt from the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report, which I released some months ago, that the state of the Australian environment is bad and getting worse. We are the mammal extinction capital of the world. We've seen around 100 species lost. 这个计划除了针对受到环境威胁的物种建立保护区，维持物种的个体数量以外，也会加强监测现有的其他物种，避免部分特有物种愈来愈少。除了澳洲伫南非特有的博尔德斯海沙堡保护区，也发生濒危骑鹅物种死亡的情形。当地是有名的观光景点，也是重要骑鹅的生态地。但是自8月中开始，只敢剩3000只的非洲骑鹅，有28只感染禽流感死亡。It's been affecting seabirds in South Af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e last year, and we've had thousands of birds die. 保育组织解剖尸体，发现病毒加2021年引发的燕鸥等禽鸟类死亡的病毒株正同，科学家将会继续监测，破病的互因安乐死，那死去的鸟仔就用回收来减少禽流感病毒株的传播。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今仔基隆北海岸，阁有东部地区会落淡薄仔雨，有一寡所在会落大雨。北部的山区阁有马祖，嘛是会加减落雨。其他的所在阁有平湖、金门是侪分好天的天气哦。过到山区是会落淡薄仔雨，明仔载嘛真侪所在拢普遍会落淡薄仔雨，所以观众朋友着爱特别注意哦。下半晡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